情人節的起源。今日係情人節，無論你係送花定係收花嗰個都好，其實你知唔知道情人節個背後係帶有少少悲傷嘅故事？喺公元3世紀嘅古羅馬，當時嘅皇帝 Claudius 發現單身嘅士兵喺戰場上特別勇敢，所以佢下令禁止士兵結婚。但係有一位神父叫 Saint Valentine， 佢相信愛唔應該被禁止，於是乎佢偷偷地幫相愛嘅人舉行結婚。後來呢件事被發現咗之後，佢俾人捉咗去坐監。佢喺獄中寫咗一封信，最後一句係 From your Valentine。 神父喺2月14號離開咗我哋，但係佢留低咗一個信息俾我哋，就係愛值得去被守護。祝大家情人節快樂，有情人終成眷屬。